后来乡亲啊，而即卖即个物价飙起的时代，家庭的收入都要偌济钱，才会当算是普通家庭咧。有网友认为，一年的收入200万。 有车有厝，甲一个囡仔，才算是普通家庭。这嘛引发着网友热烈的讨论。真侪人认为，结婚生囝了后，都唔敢嘛无才调过来买厝咯。根据着主计总处的统计，2021年平均家庭财富是7638万，中位数是894万，讲大约有70%左右的家庭财富，并无达到这个平均数。 有新娘不满意的吗？是安怎结婚后就无才调过好日子？有人讲，因为好日子伫结婚迄一天就用去啊。大家拢是结婚前全套路，结婚后就无半步。你觉得成家立业以后花什么钱花最凶？你觉得？养小孩，缴政府的钱最凶。对啊，养小孩花最凶。学费吗？还是他们吃太多？带出去玩啊，然后一些才艺啊。 不求财运亨通，但求普普通通，普通敢真困难。有网友认为讲，家庭年收入200万以上，有厝上好呢，贷款嘛立了啊，有车，囡仔上无爱一个，安尼才算是普通的家庭。那呢，你我敢是？你觉得你有到普通家庭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如果照这个标准，你没有普通家庭？没有。你应该算是低收入。低收入户哦。你现在有扛房贷吗？没有。帮房东扛。帮房东扛房贷。对，我们曾经也是说啊，我们毕业多久就要来买个房，结果多久了？我推多久了？小孩都出来了，房子还不见了。有了孩子没房子。 结婚被套条的，唔是翁，也是某，是财富难以自由的生活。年收入200万，敢会当算是普通家庭？主计处的统计，2021年平均家庭的财富1638万，中位数894万，离200万唔是敢若有淡薄仔远尔。平均家庭的财富分5等。 上计是76万7，所来是492万7，中午嘛都爱906万3，顶一元是1580万7。相关的家庭超过5000万，结束了爱情长跑，无结束的是好钱约咧走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